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客庄人物，还有他的团体、组织等等的。不知道大家印象中的客家人物有哪一些？相信最有名、最知名的，应该大家就会想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2011年，客家电视台所举办的客家加100 Hot People， 共分为政治、文学、法军、演艺、艺术以及其他等6大类。客家重要的人物究竟有哪一些？不知道各位同学心里面是否有产生出一些人物名称？在这次的调查里面，我们首先会发现客家重要的人物有孙中山，还有很特别的就是艺人许仁杰、抗法名将刘永福、漫画家刘青青、棒球教练徐生明以及作家钟铁民。在分类的排行榜方面，政治类主要的前3名是孙中山、陆浩东、邱逢甲，这些都是客家人。在文学类方面，全都是钟家人，依次为钟铁民、钟肇政以及钟理和。很刚好的，这3位都是钟姓的客家人。其中钟理和与钟铁民还是父子关系。在军事法律类的话呢，有刘永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死守4行仓库的谢团长谢晋元，以及林连宗。演艺类有徐仁杰跟詹尚维、罗大佑。其实随着现在客家文化逐渐的兴盛，有许多的艺人都特别标榜他是客家人。导演赖声川以及陶艺家李昭清。其他类则有运动棒球教练徐生明，还有医生李元奇，以及跆拳道的名将朱木炎。主办单位表示，这次的票选活动主要是以趣味性出发，票数的高低并不重要，而是希望借由这项活动来让民众更了解客家族群，尤其是客家族群经常被称为是社会里面的隐性族群，希望有更多知名的人物也能够说明自己客家人的身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海外的客庄团体。除了客庄人物之外，在海内外的客庄地区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他们都会成立客家社团。客家社团对于客庄地区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华人的移民史上，大多数的移民都是因为经济因素向外迁移。我们可以看到移民之初，基本的生活以及居住的需求，还有找工作的过程，都需要有人介绍，而这些都很仰赖所谓的客家社团，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客家会馆的协助。因此会馆经常是依据它的祖籍地的关系而建立起来，作为海外移民组织的重要团体。过去的会馆跟新成立的联谊会都是在海外重要的一个组织，也是我们要了解海外客家人的生活上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无论是会馆或者是客家社团，他们对于客家文化的保存以及发扬都相当的用心。还有许多是特别服务我们华人族群或者是客家族群的文化中心，他们也是动员族群的一个基地。会馆组织在19世纪一直到现在，在华人社会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对客家而言也不例外。根据客委会的调查报告中有显示，在海外的客庄有客家社团的总共有174个客家社团。当然我们知道实际的数字会远大于这个数字，而且这些客家社团
正不断的增加扩展。在客委会的资料当中，美国地区有47个客家社团，他们分别分布在美东、美中、美西，还有夏威夷等。而马来西亚则有39个客家社团，超过31个国家都有客家社团。这些国家你可能都很难想象，例如他们可能会在巴西、巴拉圭、日本、加拿大、尼加拉瓜、印尼、印度、西班牙、汶莱、贝里斯、法国、肯亚、阿根廷、南非、柬埔寨、美国、英国、哥斯达黎加、泰国、纽西兰、马来西亚、澳洲、港澳、菲律宾、越南，甚至在欧洲的奥地利、德国、摩里西斯、意大利、新加坡，这些地区都有客家人的分布，也都有成立客家社团。而客家人的海外分布并没有一个详细的数字，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从海外客家人的分布的情况，我们会知道，其实在世界各地其实都有客家人的存在。依据海外的研究调查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的客家人大概有14000人，而汶莱的客家人大概有6300人，柬埔寨的客家人大概有600人，而加拿大的客家人大概有5800人。当然，在中国的客家人是为数最多的，香港也有许多的客家人，大概有29万之多。东帝汶的客家人的人数大概有800人，法属圭亚那的客家人约有15000人，圭亚那的客家人则有700人。印尼的客家人为数也很多，因为很多从中国大陆移民到东南亚，印尼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印尼的客家人数大概有764000人，牙买加的客家人大概有76000人。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也相当的多，因为它也是属于客家人移民东南亚主要的地区之一，它大概有181万人。毛里斯斯的客家人大概有4100人，缅甸的客家人大概有22000人，巴拿马的客家人数大概有29000人，牛犁旺的客家人数大概有12000人，新加坡的客家人也相当的多，大概有253000人。所以你会看到，在新加坡的客家社团是相当的蓬勃发展。苏里南的客家人数大概有9300人，台湾的客家人大概有400多万人，泰国的客家人有79000人，英国有3万人，美国大概也有数千人的客家人之多。另外有一份资料指出，在大洋洲的客家人大概会有6万多人，他们就像刚刚说到的，分别分布在澳大利亚等地区，还有在澳大利亚的客家人大概有43000人左右，那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维多利亚、墨尔本，还有悉尼，还有新威尔士、南澳洲等等的。另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大溪地。大溪地的客家人相当的多，并不是他的人数多，而是他所占的比例相当的高。在华人里面，大溪地的客家人算是比重是相当多的。其他的地方像新西兰、马绍尔群岛也有客家人群居，而旅居在亚洲地区的客家人
他们分别分布在印尼爪哇、婆罗洲、苏门答腊这些地方，大概有380万的客家人。而在印尼地区的客家人，目前还保存着很多很完整的客家文化，也会说客家话。在马来西亚，则是以沙巴、沙劳越、马六甲、柔佛、槟榔屿这些地方为多。而客家人口，就像刚刚的资料一样，它大概也有100多万的客家人。在泰国的客家人，主要有在泰北、泰南。在泰南的地方，在和爱的地方，就有很多的客家人。当地的客家人，老师在前几年有到泰国的南部进行考察，当地的客家人，他们都还会说客家话，他们非常的渴望说客家话。但是呢，周遭的朋友要找到客家人会说客家话其实很少，因此他们想到一个方法，他们在赖的群组上面呢，成立了一个客家人的群组，然后在这个群组里面，他规定只能用客家话来作为交谈的工具，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很可爱的，就是他们都会在赖的群组上面用客家话来交谈，而不像我们这边用打字的方式。他们渴望能够了解更多的客家文化。另外，在菲律宾的马来西亚也有许多的客家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印度，印度有很多的客家人，而且这些客家人后来都移民到其他的地方，例如你到加拿大或者美国，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移民呢，他们是从印度来的客家人。还有在欧洲也有许多从印度移民去的客家人。分布最多的就是在英国的地方，在法国也有不少的客家人，大概3万多，相较于英国的15万人就相对比较少。其他像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也有数千甚至上万的客家人。在美洲的地区也有许多的客家人持续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地区它会分布在美国的本岛的地方，有些也会在夏威夷的檀香山等地区。而他们因为已经移民了好几代了，你到美国的这些地方去，你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像老师到夏威夷去做客家社团的考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明明他的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黑人，或者是就是一个白人的样子，但是呢，他却宣称他是客家人。你问他会不会说客家话，他也不会说客家话。但是他们从家族的历史里面，他们相信他们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客家人。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客家社团，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讲的都是英语，也不会出现客家话，但是他们讨论的却是跟客家文化息息相关，或者是如何帮助客家人宣扬客家文化，或者是如何把客家人凝聚在一起，或者是他们也常常希望能够教导年轻的一代能够说客家话，即使他们自己已经都不会说客家话了。这些呢，都是海外客家人目前发展的一些状况。我们可以从这些就可以了解到，客家人无论到哪里，他们的客家精神都会一直存在。所以呢，他们的客家社团可以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代。有些客家社团当初成立的目标，都是为了帮助在地的客家移民去找到他的工作，或者是要帮助他们在新的这个海外的地区能够迅速的建立起他们的家园。而这些努力辛勤的成果，目前也都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地区。那这些地区的客家人，他们都会成立相当紧密的这个组织，然后他们互相的团结，当然也形成了很多很杰出的所谓的海外的客家人。有些客家人
的表现相当的杰出，也受到当地政府以及人民的认同。所以你会看到不同地区的客家人跟当地的文化会形成有不同很特殊的文化特色，而且跟他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老师举一个例子，例如说摩里西斯的开国元勋叫做朱梅林，你很难想象他就是摩里西斯的国父，而他就是我们客家的先贤，移民到摩里西斯，并且开创了一个国家。这也是继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之后，第二个在他的国家的钞票上面印有他的肖像的客家人，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另外一个是苏利南共和国，苏利南共和国是位在南美洲东北方的临海地区，它介于圭亚那以及法属圭亚那国之间，在巴西的北方，全国大概有10%，将近1成是华人。它的官方语言呢是荷兰话，但是你知道吗？它很特别的是，它的客家话是被定为法定的国家语言，而且农历的春节也是他们法定的节庆节日，所以客家人在当地的成果，让当地的人认识了客家文化，也很尊重客家文化。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客家网络社群媒体。刚刚有谈到世界各地都有客家人，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资讯科技的进步，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客家人也把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展到网络社群。网络社群可以分享影音资料，所以呢，他们可以在上面用客家话交谈分享。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客家人参与社群媒体活动。根据初步的统计了解，在2020年已经超过了有70万人成为客家社团的成员，并且在客家社群中进行各项的交流。而这些客家社群媒体其实突破了过去文字的限制，让分散在各地的客家人可以在社群媒体上面用客语来进行交谈。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客家人就是非常重视客家话，所以一旦他们可以用声音、影像来进行交流的话呢，他们会觉得在上面是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他们最常交流的其实是他们的在地美食，尤其是客家美食。他们经常在社群媒体上面分享客家美食的做法，以及不同地区客家美食的目前的演进如何。在客家族群发展的社群媒体，主要的平台是以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Blog 这些。我们会看到它会陆续在这些社群媒体上面组织各种不同的社团，包含有私密的社团或者是公开的社团，也有粉丝专页，还有线上讨论室、线上讨论区，透过社群媒体进行情感的交流。他们所讨论的主题有语言、活动资讯、音乐、美食、客庄的介绍、教育、服务、服装、舞蹈，还有同乡会、戏剧、景点，还有电台、文学、新闻、商家、政府机关等等。过去的研究报道指出，在德国有60%的移民人口表示，他们会在社群网站上面注册，尤其是14岁到29岁的年龄层中，这样的比例高达80%都会在社群媒体上注册。而这些移民可以透过社群媒体加强在社群内的一个凝聚力。
因为来自少数族群的人可以跟原乡的人进行联系，也可以用母语进行沟通。但是这也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太过于凝聚在网络社群上，用母语跟原乡人沟通，也会对他们融入现今当地的移民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我们需要持续去观察，我们会去更进一步的了解客家族群在社群媒体上面所发展的现况以及造成的影响。